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越讀越有型啊！我係 Andre。我哋點樣可以變得越嚟越有型呢？靠着靚衫，擁有型格嘅外表，定係由內到外打造一個有格局、有智慧、有態度嘅自己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我自己好欣賞嘅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先生。佢唔單止係日本嘅經營之神，更加係一位將哲學融入生活同埋工作嘅思想家。佢就認為，如果一個人想真正獲得成功，首先要學識放低5樣嘢。原來人生想越行得遠，越飛得高，就更加需要放低多餘嘅嘢。而我自己覺得，當你肯真正放低呢5樣嘢，你唔單止會變得更加成熟、更加清醒，而你成個人，我相信都會變得越嚟越有型。講咁多，究竟係邊5樣嘢呢？不如我哋一齊聽下。第一樣就係要放低你嘅脾氣。生活入邊呢，每個人都會遇到啲唔順心嘅事，可能你試過喺餐廳等咗好耐，結果個侍應係送錯餐啦，又或者當你喺巴士站排緊隊嘅時候，前面有個人無聲無息咁樣打你尖，呢啲場面呢，真係好難唔令人燥啊。但係稻盛和夫就話，懂得控制自己情緒係成熟同埋成功嘅關鍵。有時候發脾氣可能俾你一種叫做短暫出咗一口氣嘅快感啦。但係長遠嚟睇，你可能輸咗個心態，輸咗人際關係，甚至係輸埋人哋對你嘅尊重。呢一樣嘢喺職場上面尤其明顯。當有項目出錯、計劃有延誤，又或者同事出現疏忽嘅時候，假如你一開口就鬧，一嬲就拍台，其實只會令成個團隊嘅氣氛更加緊張嘅啫。你嘅威嚴唔會因此而上升，反而會變成大家想保持距離嘅對象。真正高層次嘅人唔係冇情緒啊，而係嬲都可以表達得大方得體。佢哋會識得處理問題，而唔係將情緒變成個問題。當你學識控制情緒，唔再俾憤怒又或者委屈帶住你走，你先至可以做出啲冷靜、長遠、有格局嘅判斷。當你下次遇到挑釁、誤解、服務失誤嘅時候，第一步唔係即刻反擊，而係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句：呢一件事值唔值得我犧牲自己嘅心情呢？你鬧翻一句，又或者出一拳，其實一啲都唔難。難嘅係你冷靜落嚟，克制自己嗰一下嘅衝動。因為你要記住，每一個反應背後都有佢嘅後果，你要肯承擔嗰個後果先去做。如果唔係，就要學識忍。不過其實90%以上嘅情況，講真都唔值得你去搏，因為最後你唔係想喺一時嘅鬥氣入邊贏個面，而係長遠嘅人生入邊贏一份氣度啊嘛。而第二樣就係放低你嘅無知。稻盛和夫佢提醒我哋，最大嘅問題唔係無知，而係你自己唔知道自己無知啊。有啲人表面上面好自信，凡事都話我知啦，但其實呢一種心態最危險，因為佢哋拒絕學習。舉個簡單嘅例子，可能喺團隊工作嗰陣，部分人會忽視其他人嘅意見，自以為自己嘅方法係最好，但其實咁樣只係局限咗自己，亦可能因為缺乏全面嘅考慮而導致判斷錯誤。稻盛和夫就提醒我哋要持續學習，保持謙虛，擴闊視野，先可以真正提升自己嘅能力。千祈唔好只係停留自己固有嘅認知，你要主動了解多啲唔同嘅觀點，同埋願意接納新嘅知識。喺日常生活入邊，你可以試下主動去學一樣新嘅嘢，可以係一篇文章、一個技能，又或者一句新嘅語言。而你千祈唔好怕問問題，因為問得多其實係幫你學得更加快。而第三樣你需要放低嘅呢，就係抱怨。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邊，抱怨係好容易出現嘅。有人遲到會怪交通，有人升唔到職會怪公司，甚至覺得自己運氣差都會怨天尤人。但係稻盛和夫就話，抱怨只會令自己越嚟越消沉，唔會令個問題自己消失。當中抱怨最大嘅問題係佢會令人放棄主動權，覺得所有嘢都係其他人又或者個環境造成，結果就唔會作出任何嘅改善。譬如有啲同事會成日話，老細偏心啊，升職冇我份，但係從來都唔諗下自己點樣可以提升自己，而個結果就係嗰啲機會永遠都會留俾嗰啲默默努力、唔浪費時間抱怨嘅人。又或者有啲人會呻自己嘅體重控制唔到，但係佢哋又一邊抱怨，一邊又唔肯控制自己嘅飲食。其實個關鍵唔係天生定輸贏，而係行動定輸贏。下次當你抱怨嘅時候，問自己一句：我仲有冇嘢係可以做到嘅呢？如果有，就立即行動；如果冇，就學識接受。第四樣我哋需要放低嘅就係依賴。我哋現代人有一個通病，就係好習慣依賴人。例如去旅行要啲 friend plan 行程啦，
當工作上面遇到難題就等老細俾答案，又或者生活上面嘅瑣碎事都要依賴屋企人去幫手。而稻盛和夫就認為人生係要靠自己去負責，唔可以長期靠人。喺職場上面，老細欣賞唔係永遠問問題嗰個，而係會主動思考、主動提出方案嗰個。喺人生入邊，真正獨立嘅人係會贏得人哋嘅尊重。下次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唔好第一時間揾人幫手，試下俾自己10分鐘主動去揾答案，幫自己解決問題，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做得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多。而第5樣你需要放低嘅係後悔。人生難免會做錯決定，可能係揀錯科、投資失敗，又或者錯過咗一個好好嘅機會。但係稻盛和夫就話，持續沉浸喺後悔，只會消耗你而家嘅時間同埋能量。過咗去嘅嘢已經係過去式，無論你後悔幾多次，件事都唔會改變。你可能會後悔當初冇揀一份更加好嘅工作，又或者早知就唔應該放棄呢一段關係。但係真正值得你去做嘅，唔係重複咁樣後悔，而係問自己：我今日可以做啲咩去創造一個更好嘅未來呢？你要記住，你唔需要有完美嘅過去，你需要嘅係積極嘅現在。總結一下，稻盛和夫就教我哋：成功唔係你得到幾多，而係你放低咗啲咩。你肯去失去脾氣、失去無知、失去抱怨、失去依賴、失去後悔，你就會一步步靠近一個更加成熟、更加成功、更加自在嘅自己。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到呢度啦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帶到一啲反思俾你哋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集嘅分享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。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係 Andre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